秦王閱讀記第 N take action。寡人乃秦王嬴政，來到項太傅家鄉，飽覽群書之後，發現此書真是精彩絕倫。這套書把經典的福爾摩斯探案故事，用可愛擬人化的動物角色和生動的漫畫重新演繹。它不但保留了原著的燒腦推理，還加入了趣味科普知識，讓寡人在看故事的同時，都能學到新奇的科學知識。聽節奏明快，畫風親和，沒有複雜的文字障礙。不管是小學生還是寡人，都能輕鬆沉浸在懸疑又有趣的探案過程裏。既過了推理人，又能培養邏輯思維和觀察力。難怪項太傅推理事件如此了得。現在寡人命令你們立即借閱此書，大偵探福爾摩斯之指紋會說話。Hello， 喂，講咩？喂，咁樣，喂，不但保留了原著的燒腦推理，你了解有關指紋鑑定的媽媽講乜做項太傅啊？而家香港南王之子啊！